吗？俗，根本就不适合你，就喜欢大长腿，有什么用？嗨，都说强扭的瓜不甜，不扭一下怎么知道呢？我来这里跳舞呀，就是为了自己开心，别人怎么想我才不在意呢。倒是你啊，为什么整天跟老年大学那帮古董混在一起？你不知道土会传染吗？我妈以前在这儿工作，我就想去了解一下她。怎么啦？跟妈妈闹矛盾了？你知道我妈咽气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？她骂我一辈子不结婚，是个不孝顺的假女儿。我告诉你，父母子女之间的矛盾啊，是人类还没有攻克的难题，大家都困扰就不困扰了。说到底啊，人生除了自己，都是配角。今天早上，我们楼下的那个奶奶去世了。你没个儿女，去世好几天才被发现。所以萧伯纳说的多好，该结婚就结婚，该单身就去单身，反正最后都是会后悔的。人生啊，就是难以预料。你说呀，结婚生子就能保证不孤独终老吗？不一定。所以呀，计划这个计划那个，倒不如把自己活开心了。人生最重要就是开心，是不是？我妈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些话？这种话只能从我这种过客嘴里听到。妈妈都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有意外。我就是我妈意外。哎，你戒指戴中指啊？前男友送的，好看。前男友，小姑娘，干嘛被一个戒指套牢呀？旧的不去，新的怎么会来？倒翻篇了。哎，不跳啊，这歌。跳得好的都是上场跳10分钟就下来休息了，好戏都是慢慢上演的。人生苦短，最重要不留遗憾，要知道自己要什么，知道吗？踩到我的脚了，你看。哎，还有啊，到时候把你那本书借我看，行吗？没啊。Why not？ 谢啦。来了来了，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李奶奶的狗啊！别害怕，别害怕。哎呦，我好不容易给弄出来了。来，小乖乖，哎呀，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！我怎么就没想到给他找点吃的呢？你打算收养它？我是想啊，你嫂子能让吗？啊？它好乖哦。哎，你喜欢就好。打算让我收养它？以前你想养狗，你妈不让，你就当是帮李奶奶养的。我先带它去美个容吧。这么快就决定了吗？啊！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我们是香香啦，香香啦。榴莲，你回来啦？别动那根花。窗口灰太大，我顺道擦擦不费事。谁让你叫阿姨来家里的？我不是想着早上把厨房搞得乌烟瘴气的，所以我就想说请一个阿姨，这样不是收拾得更干净一点吗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。东西呢？什么东西？迪斯科球呢？然后是不是那个玩具球？我看它电池漏电了，可能已经坏了。经过这个美女同意，我把它扔了。谁让你们乱动我东西的？球吗？一样。啊！